觀眾朋友，今日個項目分享收看福起來，係阿明姑劉浩明。其實觀眾朋友，即個喺工作嘅時間，即個可能都唔係講，聽下喺工作環境地方有幾多看唔到嘅啲風險，但是呢個風險吼，其實可以透過我哋訓練，我哋觀念可以預防嘅。你今日有請到係從人去研究我哋職業安全衛生嘅一啲黃志勳先生嚟到我現場，有同我分享講，到底聽我哋工作地方有乜嘅風險係可以去預防，同時有乜嘅東西可以注意嘅，我哋馬上歡迎我哋志勳哥來到現場。志勳哥你好，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台中東勢嘅黃志勳。志勳哥，今日各位分享來到我哋現場，因為提講唔知講吼，真的是從人喺職業安全衛生呢一塊啊吼，花幾多心力。但是我相信幾多年都唔提講，乜嘢叫職業安全衛生？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講一下？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法係一個保護勞工多一個安全嘅保障，啊有一個法規來規定，來俾大家一個遵守。啊，平常咧。平常安尼都講公共衛生、公共安全，你係咧太題目。不過那到職業場所來講，是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來管理。那你嘅管理上呢，是本太一個工作環境，如果看唔到咧職業病，也係有個職業傷害，有那個條規呢，本那個太一個遵守了後，啊咧工作呢。是會更加順利。啊，最主要呢個法啊保護勞工嘅最基本嘅正義，個社會嘅責任。安尼佢嘅家庭就會平安，就會健康。啊，過來你個國家就會更加興旺。啊，你個上係呢個規範係安尼啦。等於如果也係其實喺外地呢職業嘅工作地方吼，佢希望講他個人睇下工作，其實已經有幾辛苦嘛吼，但是唔好睇下各種嘅工作嘅職場地方有一段嘅受傷害嘅地方。但是其實我哋我想到講，其實我哋感覺嘛好嘛，其實有啲乜個東西喺外地平常冇注意到嘅職業傷害啊，因為嘅疏忽啊，冇注意到，你就冇注意到係你一般人。來講，也係勞工者、工作者，佢那長時間佢會唔記得太熱片，冇注意到呢個工作嘅重要，然後就要因為太熱造成以後種種嘅發生。啊，有可能呢個跌倒、凹塌，啊，也係呢個感染，你啊嗰度有呢個缺氧。哦，啊！如果就係呢個叫較特別嘅流行病，或者種嘅事情嘅發生，睇種安尼。哦，嗰時等於你講，其實睇我哋咧工作嘅職業嘅一啲場所地方吼，有啲嘅東西是，嗰種講我哋冇以特別去注意嘅話吼，我哋都唔提講有地方係有危險，譬如同你講缺氧。哦，冇當我哋流行病，吼，因為其實上有啲會提到，你講房間嘅人員，吼，嗰種衣着嘅衫褲唔拉擺嘅話，有可能真係都被扯到，好，錯冇？啊，同時有啲地方，譬如講我哋常常會看到新聞，有啲我哋啲工人喺以前嘅化糞池，結果全部都換咗嘅，缺氧啊，好，係啊，嗰種創一條事情，睇以前係咪幾常發生啊？錯，沒有做冇唔錯啊。你講，你知。最主要係呢個法律上，呢職業安全管理法嘅第12章，有講到各種嘅工作場所，需要呢種嘅場所特別嘅特定嘅工作場所。咁啊，呢個工作場所需要防腐劑來保護，那就對頭到腳種種嘅防腐劑嘛，譬如講。你哋要條件那個防脫面具啦，安全帽啦，木鏡啦，3M 啦嗬，啊嗰個安全帶、安全鞋、手套，啊呢個都係呢度工作會發生嘅。啊嗰啲嘅就預防上，呢種嘅都係預防發生，嚟先設計呢個東西，然後你攞到呢個甩膠、踢膠對。斷上鎖掛牌，政府嘅名稱講到上鎖掛牌。啊，你上鎖掛牌就有看到呢個東西裝落去，
啊就掛牌個牌有人的名，就係我哋入去工作，啊你掛牌就用個名啊，你數條又沒用個相片啊，啊我哋掛到嘅都是年年都喺度講，騙人都唔順得嚟通電啊，也順得開通啊，啊我哋地保重要，人啊唔啲冇看到條牌，啊你人就地保度，我到地保做些都受傷可能死別啦，可能是破騙嘛嘅。你做嘅從來就安全設計，所以人政府嘅法規有第12章有講，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法有講嘅第12章防腐劑是安尼，當然防腐劑有安全設備，也有預防性嘅安尼。一部分呢，我哋算是職業安全衛生地方，政府嘅法規係咪一步一步來呀？因為我記得講，我哋辦事時陣嘛冇看到講哦，做事一天要帶嚟啲東西啊，像今日如果講哦，咁譬如講去爬梯樓嚇，出蟲誒，一天要安全掃。我哋有些以前呢有啲吊籠下去，人都睇見籠來睇見嚟吊。嗰種創業種係咪以台灣來講，係咪一年嘅政府嚟改進嘅咯？哦，政府咧近年來也擴大嘅職業範圍，佢哋擴大咗大概呢個法則。你都會慢慢都會用強法則，唔過每一天嘅法來用呢個方法來規範嚟人民啊，公人嚟嘅，嚟去遵循，安尼漸漸太自家就吃律呀，政府就安尼，啊政府當然了解固定的了故事嚟講，政府有了解法律嘅事，也本約束了解。雇主調價，也來問勞工作者，過來也真係工作者要嘅種責任，講啊，你到一天來安全工作係咁落去，啊，我自家也保持安全。講調價都係想辦法來符合法律嘅規定要求，最基本嘅要求，將過來加強，來對員工守信用講，來我哋工作。廠房是係所有嘅設備都真完整嘅、真完善嘅，唔放心嚟做事，啊，就有那個調價，有那個信用，嗰個責任照顧員工啊。基本法律是按呢個規定啊。小頭多我哋嘅諮詢講啊，如果我哋政府都開始去要求。好，要求雇主一定要做到樣嘅一啲工業嘅一啲要求哈，同時我幫下人咧工作嘅人也要遇到安全嘅一啲設備，同時後來雇主矛盾啊講，因為我嘅工作嘅職場已經有一條保護嘅，好，唔能來一邊工作都歸安全嘅，係其實等於如果因為有按好嘅一啲制度，因為有按嘅制度，同時有按嘅環境，我哋咧工作人員去到工作現場嘅時間，那我個安全。但是我從上問講，因為基本上帶幾多嘅一啲工具過來嘛，因為好多人有講到講，譬如講，也係一啲我哋咧防毒嘅一啲面嘅水蠟啊嚇，從一種嘅防毒嘅一種水蠟來講，無論我哋咧下到尾度，我哋咧嘅頭盔啊嚇，係咪無同樣嘅職業有無同樣要求嘅標準啊？哦，很好問題啊。一般嘅工人就一般工作演出嘅工作就一般安全帽。驚嘛嘅驚跌東西跌落去攏到條牙，就飛皮嚟然後受傷。但是如果古時大概都天嘅工作都冇共用啦。嘅材料要9天 up。哦，9天 up 嘅。9天 up 好，佢哋佢做嘅手套啦，因為要求更加強。包括你看你嘅衫。你工作服有不同嘅材料，譬如講你喺度個有個電弧啊 ，upgrade 嘅種嘅，發天火出來嘅種嘅都貴過啊咪，跟然後鐵挖銀挖氣，會吸過去，會吸過去啊，做去女行啊，會吸過去啊，啊吸過去銀咪燒起來啊，衫褲咪繼續燒到銀咗罩乾皮就變碳嘅，呢係最危險，所以。規定嘅專業嘅步數啊，流程一定要準備好來。無啲嘅人以為專業一天不少按股俾人以為，法律嘅規定，你嘅工程師也調價，就個明白白同勞工講，你以為你先着埋嘅服裝，着埋嘅裝備以為，安尼就安全啊！即係法律係點講？法律係保證你嘅勞工工作。
最基本的保護嘛，你係法律嘅最基本嘅規定啦。啊，個人呢調教做比較好來，政府能夠獎勵，甚至調教係司法來又講，挨一天嘅保護挨勞工，去做比法律嗰個要求更嚴格咧，挨做呢種嘅標準，挨呢挨上去挨做了嘛，看到真多呢種調教。親努力、親認真地做啊！可是談到一片，他們有發現到講，其實我哋職業安全衛生一部分，真係幾重要哦。休息一下，下一段節目我哋買嗰度個精彩故事哦。翻過來福起來嘅，所以節目來自我哋台中董事嘅黃志煊諮詢哥來到我現場，同我分享講乜嘢按到職業安全衛生。也係當我想問下諮詢哥，因為其實佢貼喺度講，唔知個本地係用一啲職業安全衛生同設備，也要做嘢嘅創業。當初我想做嘢要做嘢嘅創業嘅主題。OK。你有一些有啲嘅故事啦。我本來做藥廠，做國家嘅微生感疫苗嘅藥廠，做那個疫苗，微生感炎嘅疫苗。後來我到日本公司代過喺藥廠。啊，每下是上你個專業跟他讀藥劑課，做摩拉吧。所以我同我太太講，我咧我選天醫專科，將佢選啊，將佢嘉南藥理科技大學將佢讀一個職業安全衛生，仲有天醫專業學生。啊，之後我同我太太講，啊冇安尼來開藥局。我太太講，開藥局啊做營業啊做18點鐘，佢唔願意啦，佢講佢唔可以開啦，佢更願意上班啦。嗰陣係想啊，無就要讀職業安全衛生，對你來創業。啊，想就之後來想啊，你個嗌就單獨喺藥廠度做研究，從呢個做個銷售同銷售藥品，好像係個期末要做銷售，所以我就讀了呢個科目，就講啊，冇用呢個工業防腐劑呢個行業來做生意去，他又開始安尼，啊過來，佢哋個從輕重要嘅改變嚟講，嚟到呢個天氣，看到天氣嘅轉播報道，就要講到啊，呢個職業場所嘅安多發生呢個死亡、受傷，啊到咧轉播呢個新聞，啊想我哋新聞一聽來，啊啲就按多人按嚴重。仲有安尼受傷有生命嘅安全嘅問題，啊就像安尼嘅情況吼，我就做那個生意可能會叫較多人安尼，所以最起步係安尼想，啊就來最主要嘅個東西也看到那個真多嘅工作場所，我因為有個讀啲課嘛，啊嗰個見到報道嘅場所，是明明都真危險，啊佢啱就讓我去做啲事情。一天也危險，為生命嘅問題，係就我不也落力來做那個防腐劑嘛，啊是希望安尼是本地兩人，工作者佢較有個豐富嘅裝備，起心動念係安尼來。咁唔知個也按到10年來嘅工作經驗來看嘅話，嗬，一般來講啊，等喺職業工作場所會發生問題，嗬。大部分係人為嘅問題，還是吃土嘅問題啊？哦，你真好，真當然嚟講，其實我簡單嚟講啦，法律要會產生意外事件，係人為嘅問題是真太重，人為嘅疏失冇注意，你係太假人，仲係冇安尼專心去講。我哋安全係同生命有關係，所以佢會疏忽，會冇注意到。啊，但是政府真係講，你唔聽過你個問題啦。你本來都係一步，啊，要注意，對你工作者對心態就
無養成這個有意就義這個習慣。那安尼人大概都做些就注意講啊，你工作有危險，啊，你個入去是真危險了，要有意就義去做，安尼就會真細膩、真注意每一個過程，每一個工作的步數過程，你都會遵守。法律唔當然要遵守，兩個人嘅問題係相反嘅。較從你這個安尼看到按例地步呀，你這個印象過什麼的案例嗎？有一年嘅安尼科學園區哈，有每一間嘅科技廠，真太嘅呢，佢吼發生大火，啊發生災難。啊，都係佢嗰當時都無真認真，又無同注意到教育訓練安全工作方法，啊也無落實去做，認真去做個注意呢件事情嘅訓練，無了注意，結果都發生個事件，啊爆炸、火燒、人受傷，嗰擺間公司就咪了真多錢咯。啊，也信用沒了賠了，啊，這個是信用是就忘賠的，啊，當然也有後尾處理的方式，就挽回轉來講，生意繼續做。啊，這個成功案例上同分析個對一生那件事對我印象當感動的。是那個南西濱快速公路起的時，是到那個雲林埔子橋個段，個段就個起埔子橋，啊個橋下仲有古樂社的人看講人去看到人冇做咧，佢冇願意上去做些啊，因為佢跌落去個古樂社已經冇命啊，所以佢哋講人都有為難那個工體經理啦，啊工體經理就長眼咧都去評估講，哎，也了樣做。當然係提供門來設計安全防護器，按做日天來規定法規來遵守，啊日天來一個下列的守則，操作守則，啊照規矩來。唔過佢啲按過，來加做一啲安全命。唔過叫按無預算啊，唔怕無預算啊，你哋無預算，係要國際標準啊，係用國際標準嚟做一條命，按慢慢講。慢慢就幫佢付錢幫佢吼，工程結束，佢講無預算，我先做。結果今晚照我建議，係咪做安全命？佢講好，是做安全命咧。可以講上禮拜跌2-3個工人落去。我佢本來就設計安全命時候，是得攔截的人跌落去條命咧，冇安全的問題嘛。結果真緊跌落去2-3個跌到去上擺啊！哦，佢真正真見到傷真多錢，人命安全都救到。嗰擺事件咯，發生了，佢就講人講，我從這個設計命嘅名義，那個請我去幫佢哋安慰個，佢哋講看到嗰個人嚟做了命救條命，安尼故事來咧。我講體擺本人講，同工體。佢係印象最深哦，個工體嘅有訓練家有學醫生，看到係男人敬叫吼，喺度，哇！做了有真有意義啦吼。所以我強調就講，呢個一屆較疏忽，較無注意去好好做，一屆就認真為做呢個安全設計呢個安全嘅安排，安全嘅工作部署。結果結論到一間公司用認真做嘅，公司冇了錢以外，名聲佫較穩定啦。兩件事情最大嘅無控用嘅咧。因為也俾啲地方都發現到講，嗰種真是當初哦，因為冇預算，嗰時冇做嘅命，嗰兩個人都下去嘅。錯，什麼都下去啊？係啊，審查都下去嘅。下去嘅人命賠償係一回事，你可能工廠政府都唔幫做嘅啊，什麼？你如果講跟這個要先調查出來，調查好嘅改善環境嘅，哦，路能繼續做下去，時間嘛會拖到，嘛會誤到。但是其實也應該係算是我哋呢算
業者地方貴從講到呀，你今個同我講啊，按多東西，要買按多東西，要做按多東西，我都冇錢啊。價格按樣嘅盤咯。那調價一開始就要真注意，那麼真注意佢真多科技廠就講工廠是創新先進嘅東西啊，冇乜嘅問題啊。佢就無想要投資那個防腐裝備、防腐設備，所以呢種嘅事情就調價就真急，就發生事情。如果那講要認真做了就偏差嘛，你認真去做那個事件只會延慢去改建嘛。你就做乜嘅？呢種嘅投入就呢種嘅工作就本那個明顯講，我落力去更認真去做。中央係同人咧，同大家個分享介紹講，呢個事件發生，咩發生都冇算啦，因為唔投錢嚟，唔講加花了錢，你本來就你想講，你係投資你個設備，你增加了投資，算係一個沒了錢係投資，但是那做了，顧客認真按實在減少了。即變成無形的財產嘛，唔過就開咗最重要，我發動乜嘅調查，事件發生，誰講嘅？你我補講的，那事件發生，你係個經驗，你要加用那個經驗來檢討，怎麼變成用以後個共用的事件，你也都會啟動那個 ICS（Instant Command System），你中文講到。緊急應變事件指揮系統，那個架構落去哈，是要提前先救人，先觀察危險發生了嘛，發生說的救人了，將可能的後送，之後佢做一個在事情的調查，原因地咧。將來分發工作嘅責任，分發工作責任將佢做一個新嘅計劃，呢個計劃呢做落去，佢招了個改善嘅部署，也計劃書，佢做落去以後，呢個相同嘅也係嗰個意外嘅事、危險嘅事情，會慢慢減少到零，是真希望啊！冇錯。加工嘅法。嗰個也係睇一般嘅人嘅職業上面裏邊要注意嘅事情，但是國人要注意乜嘅咯？下一段節目我哋出全國，我同講，休息下我哋下一段節目喺嗰度，個精彩故事。翻過來福建來嘅，上節目來自係台中董事嘅黃思璇諮詢過，兩個現場同我分享講，公司按樣嘅投資無強嘅安全設備。我想請問一下，因為好多可能聽一段嘅時間，然後都已經講，其實因為一啲安全嘅設備、工業安全嘅設備提供，算是一種投資。但是設備呢，佢人工訓練嘅部分係咪會重要啊？人工都係你都本那個以前頭先你講嘅。員工透過那個職業安全的教育訓練，我幫佢落實了佢就會養成好嘅習慣。你真多人都唔知講那個，也係嗰啲公司我哋做教育訓練，都係政府有乜嘅補助嘛？有，本來就真多都不用到計會，資源真充足。所以就從就我自動的主管啊、調價也係人嘅勞工，我自動去簽那個資源。簽到我就做教育訓練，有教育訓練了，將會養成一個文化養成了，大家都變成真好嘅習慣，公司都會更順利的經營。呢個當然講資源度咧，政府本來就有那個補助，勞工安全訓練嘅教育嘅補助，過來佢要個最先進嘅科技啦，都講 AI 啦。VR、AR， 過來睇數據 ILOT 啦，對，政府都要開一個補強版本嘅業者去訓練嘛。
那個政府有補助的，啊，過來政府補助不足，還有那個職業安全衛生協會，甚至那個會社啊，企業社團體，佮種種了，那還有個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師，也係高考技師的這種認定，都會同人服務。資源真多啦吼，過來個建立以後，呢種個問題就係講，那係睇一個大前提個目的吼，還是鼓勵講呢啲你工作者嗱，當你就講呢個工作到現場有乜個建議冇有？你建議到後生，將獨上班，以職場上班，你都見到有盡量冇了解是。唔好電強電弱，按來講，嗰個電強電弱，嗰一個萬恨之心的做些，那早晚就出問題啊。所以我建議咯，你就個變成一個目標，一天就按你想，慢慢來，唔免去變夾。啊，就嗰個一個投資。本來教育度，你個多人講，一定講嘅投資本來教育度也算投資，投資唔將要順利，將個以後將個機會佢賺到錢。我哋呢個建議是安尼啦。嗰時SAP同員工訓練就算是投資的一部分，因為等於講好嘅SAP能可以保護我哋嘅員工唔會受傷害，然後伊啲好嘅訓練，日本偷偷我哋諮詢過有講，其實伊啲好嘅訓練會變成伊啲公司嘅文化，伊啲公司嘅文化會變成伊啲真正最好嘅工作習慣。因為工作習慣都可以保護工作上面嘅人，可以安全地去上班，安全地下班，也是這係最重要嘅。同時偷偷咪有講唔可以。唔可以極強，同你講，佢種我哋愛電，愛干涉一條，其實嗰套事情可能會出問題。但是一般來講，譬如講，從一位公司又做到用 SAP， 又做到安全的衛生，又做到人工訓練，一般來講，按你資訊係公開一下，你看得到嚇？看得到。你講咧，呢個問題就講係自家經驗好啦，自家用自家經驗來比喻。雖然係開業已經要30萬人，不過前面都有個經驗度喺度，仲係說冇熟咯，仲係唔係管理上嘅變巧嚇，啊就硬做，啊就人就心做亂插插。唔規天接到佢就一冇注意，就冇認真，佢感覺唔規天人都係做唔來，所以中間都冇個文化嘛，冇一個正經嘅人講係鐵學，安尼有個object 目標嚇，使命目標不清楚嘛，安尼工廠就會公司會較亂，較經營唔係較冇真制度嘛。所以每項有接觸到一個日本金池求社啦開下一個金池公司嘅董事長偷信和夫先生，佢有本書，就教嘅個，你先做正確嘅事，安尼就會較順利。其中佢有講一個真好嘅formula，一個方法，嘅方法就講。人生成功同工作嘅成功嘅方式嘅方法，係乜嘅？所以心、思維、向量、正向嘅思維，嗰個一個內熱心、心熱心，嗰個是你工作嘅能力，呢三個嘅條件，越正向，所以嘅上數越大，唔到越接近成功。接近人家工作會越來越順利，是安尼。提供個強調嗰種思維，你個人嘅思維乃負面，乃想嘅就話顛倒嘅，那安尼都冇正向到思維，你都收回來。個體條你收回來，後尾就咁收回來。過來到啲熱心，每一個人都啊有那差別啦。
熱心啊100分，我相信熱心做到100分，我們做到啊，做到努力勇敢，不受任何人的努力打拼同認真，這個3個條件，其中的另外3個條件，另外一個能力。那不能都博士啦，那個不能能力的一強啦，也不能都你行業唔都專業的，唔都冇聽通，也冇發通嘢嘅能力出來，咁就咪買大師就咪冇效啊。所以能力係講唔愛長海思考，唔愛超越自己嘅最大嘅能力，嚟成為熱心，你個能力愛超越自我，安尼。你都會更來更順利啦。像這個基本教育訓練的全面全面性的改變，這個文化，這個工作上，這個安全上將有救到嘛。我就真希望就講，安尼做案多年來，其實我都感覺講，那太一個同了到習慣養成都變，安尼日常都安尼過，安尼做些當然都會安尼做。當然都冇太認真地做，那我相信呢種文化建立啊，是社會職業安全文化就職業安全管理法的成熟，那麼也只有按呢延續落去，我做了很多年來，也係我一生的希望，安尼我相信太少少安尼做，我繼續做落去，我會。過來較認真來做，我頭先有同人講過，安尼我一生過來獎勞賺嘅事，我跳哪會上感覺啊？會講兩嘢，會發兩嘢來安尼意思。你個意思講，其實當初一開始，你真係是看到其實我哋嘅職業安全地方有幾多問題。可是也35年來，其實你花幾多心力去推廣，去希望講他人可以注意我哋職業安全衛生嘅部分。唔單止係從我哋設備、我哋員工訓練，其實你希望講，其實公司可以賺錢嚇，提供一啲安全嘅一啲工作環境，他人可以賺錢。同時我哋員工去到嘅地方，嘛可以因為因為一個安全嘅環境，而嘛可以好好嘅，真係都可以，即安全的上班，安全的下班，好，每一啲人都喺嗰度有一啲家庭，好，一啲人可以好好嘅過去下班，等於都家庭都圓滿嘅，係啊。咁35年來，唔知個因為講台灣嘅法規制度到今個為止，話有乜個進步嘅地方冇？要注意嘅地方冇？要注意條件先頭嗰啲講解到政府有咗努力嘛，漸都。改變的嘛，從禮拜來講，安尼你個台南個颱風的嘛，cái勞動部長啦，就相關的人啊，不管消防處、電力公司，也係那個小額的環境部，你啊，個政府、地方政府，你都有安尼個睇一個。綜合有嘅真相嘅想法，啊！你另外上職業安全衛生，太一個那照安尼做，所有嘅發生都係為咗社會、為咗國家、為咗人民所有嘅將來，公民嘅將來，也對親重要對民眾、社會嘅人有幫助。另外上嚟最尾愛上講嚟講，其實太一個努力都係為咗社會嘅安定。國家的團結，你將個那個職業安全法、職業安全管理法，真重要的目標嘛。可是一邊以前我哋認為講，啊，嗰種唔關外人的事情嘅一啲法律，其實係關係到我哋嘅國家、社會，好，同時我哋嘅公司、我哋嘅國民嘅最重要嘅事情，因為其實我哋嘅整個社會，如果提一啲他人有事做。好，他人可以努力去做些，可是我哋會希望講，要不做些一件事情係一個安全的事情。他人唔好講因為工作嘅關係，結果他人受傷啊，遇到人受傷啊，遇到人嘅事情，同時發生事情嘅時間，咪有一啲標準嘅方法可以去救伊。嘿，嗰時咁啊，呢個今日講了條題目啊，嘛真希望唱啊呢，唱主持人講了，你為了社會，因太一個來強下。落力來做，
啊，即個安尼就擘個機會做教育訓練的是先導啦，也媒體啦，也國家個法令的公告，大家都啊指導，啊也點樣先做，啊你個相信，就唔講誒，將來係安尼講幸福的家園啦，哈。冇唔錯。職業安全衛生一件事情，唔單止係公司的事情，亦咪係員工的事情，最尾亦咪係社會全國家的事情。今日咁請我哋諮詢過，同我現場分享安重要自信。感謝主持人，感謝大家客家電視台福氣來咧。休息一下喎，再聽下啲先生來強下運動哦。我看福氣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 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